声敬拜，我敬拜耶稣，所有的荣耀权柄，全都归于你。我高举双手，我敬拜耶稣，如钟水声音，主耶稣，我们爱你。敬拜你，全地都敬拜你，敬拜你，全地都高举你，敬拜耶稣，至高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主耶稣，全地都敬拜你，主耶稣，全地都高举你，呼喊耶稣，全地的主，万国万族扬声敬拜你。扬声敬拜，我敬拜耶稣，所有的荣耀权柄，全都归于你。我高举双手，我敬拜耶稣，如钟水声音，主耶稣，我们爱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耶稣，是荣耀归于天父，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主耶稣，我们呼喊你的名。我扬声敬拜，我敬拜耶稣，所有的荣耀权柄，全都归于你。我高举双手，我敬拜耶稣，如钟水声音，主耶稣，我们爱你。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预备心，进行等一下的敬拜。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起领受他的恩典跟他的慈爱。让我们一起起立，用心灵和诚实开口敬拜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自己的神，众生出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
间。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看那犹大是自义的神，众神主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的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的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的歌颂、荣耀、赞美都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里，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里，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是你拣选子民，带着天国使命，靠着神灵宣扬基督的能力。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与过犯。许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忽略你的心意，也在言语与行为上得罪了你与其他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回转归向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即使我们不完全，你的爱仍然不离不弃。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反而以恩典拥抱我们，用慈爱引导我们回到正路。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我们在悔改中仍然有盼望，在软弱中仍然得着力量。
求你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活出更新的生命，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孩子这样恳求祷告，是奉靠天父你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领受圣经，今天圣经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31到34节这样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以上。我们呢，今天呢，是总会的锁定的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今天呢，我们的差使陈义志牧师，他代表传播基金会来到我们这边讲道，还有请安报告。那为了因应数位时代新媒体的宣教事工的网络发展，好，那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才能够有机会再一次看到一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今天一志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讯息是责备与鼓励，责备与鼓励。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又回到我们的泸州教会，代表大众传播基金会来请安报告，还分享上帝的信息我们知道大众传播就是所谓的媒体了。那媒体包括什么？文字，包括这个声音，包括影音，现在很多的短影音了那我们知道现在也是一个媒体很发达的时代有些讯息是来自媒体，但是真的假的，我们很难分辨特别我们要传福音，也要透过媒体有时候我们前阵子疫情来的时候，没办法来教会做实体礼拜，都透过什么直播线上，对不对？现在有的教会还继续有这样的服务就说你没办法来到教会周间的聚会啦、主日礼拜也一样有线上的转播。如果教会应该也有现在应该也在转播所以我们知道媒体的传播是很迅速，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那今天牧师也带来一些的请安报告的影音档案有我们的董事长宋牧师，还有一些的事工的介绍跟分享我们现在请同工来播放这段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开始阅读一个新的书卷，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
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2021年1月1号开始，我把每日新眼光读经转成线上，用影音的方式来做呈现。确实也是因着疫情的影响，然后让更多弟兄姐妹可以用比较方便的方式来研读上帝的话。我就先把新眼光文字的版本做成一个 PowerPoint， 能够用文字的呈现在我的影片的里面。然后我就自己录影之后把它剪辑作为一个影片。我是盼望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一直保持那一种读经的热情。我不是一个工作交差就好，我是真的想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看上帝的话，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亲近上帝。我很高兴可以把文字的这个读本做成一个影音的版本，而且它可以更无远弗届的在网络上，任何人想要点阅的时候，他就能够用他想要的方式，方便的时间点开来，然后他就可以看。所以我很感谢传播基金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都将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传播基金会的网站，让更多的人得着帮助，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上帝话语的喂养。每日新眼光，生命主照亮。各位敬爱的牧长、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资讯爆炸、科技变迁迅速的时代，教会面临了许多的挑战，因此我们也积极地制作多样化的团契与小组分享的教材，以及系统性的将信徒教育影片上架。此外，我们也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近期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许多弟兄姐妹因此受害。为此，基金会特别制作一系列的反诈骗的影音内容，这不单是一个资讯的传递，更是具体的保护行动。传播基金会不只是一个媒体宣教的单位，也是与您一起并肩作战的好队友、好同工。借着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诚挚地邀请您继续为媒体宣教的工作祷告、关心、奉献，让传播基金会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开发更多的宣教的教材、影音以及软体。再次的感谢，愿上主赐福于您，谢谢。好，谢谢大家的观赏哈。我们如果取得这样的这些的档案、知识、影片，可以 Google 大众传播基金会基金会有制作很多的这些档案，包括说防诈治世、玻璃灾报你知道、爱要行动、听人说书，或是圣诗的传颂、原音传扬这是原住民我们昨天特别有一对新人宋恩夫妻来，昨天的新郎新娘好，跟他们恭喜好，请坐。祝你们新婚快乐还有新眼光读经，刚刚有一个刘牧师有特别提到所以这么多的媒体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很充分的利用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些的媒体的东西，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谢谢传播基金会所制作的这些的事工。那当然这些事工需要经费，靠大家的奉献今天牧师也是代表基金会来募款所以我们的周报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奉献袋？好，请大家以我们的能力的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必定悦纳也求神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因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聚集在泸州教会的你所设立的礼拜堂，我们在这边来敬拜你，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你。谢谢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来一同受到更多的造就与装备。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今天牧师要用责备跟
鼓励做题目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沟通的时代了。什么叫沟通 ？communication。夫妻要不要沟通？要不要？钟恩，你怎么跟你太太求婚的？你嫁给我好吗？是这样吗？不过一定要有求婚嘛，对不对？要仪式感有没有？他有没有跟你求婚？不能说的秘密好了，他们知道就好好，接下来你就常常要沟通了所以所谓的沟通是两个人，不是一群人几乎就是两个人的对话了包括夫妻啦亲子之间啦，同工之间啦，同事啦或是上司跟部属，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政党政治上的对话，是不是要沟通？当然要要给对方有机会表达他的感受，也给他有解释的机会，懂不懂？这个叫沟通。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这些人际关系我们这个叫人际关系我们通常都是责备胜于鼓励比较多了我来说一个故事所谓的故事就是有时候是听来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对我们有帮助就讲到说以前有一位政绩不错，就是蛮可为的一个皇帝我们知道皇帝的这个王位是世袭的吧，对不对？爸爸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他的下一代民主时代就不一样了，总统是要用选出来的了不是指定的所以这个皇帝想说，以后他的儿子要继承他的王位，对不对？为了让他受更好的教育，他就为了要装备他将来能够继承他的王位，他就请了一个名师就是对经书很通达的一个老师来担任他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我们现在也有家教，对不对？到家里来教导他。那这个老师非常的严厉教书很认真那皇帝的儿子叫什么？太子，对不对？或是王子太子如果学业有进步，这个老师就给他鼓励美言他几句。可是有时候我会错误答错了，或是说退步了他就会怎么样？给他适当的处罚，或是说责备一定要这个一视同仁。那有一次因为这个太子学业退步太多了老师就很生气，就知道说他都不念书，爱玩所以学业就退步啦，对不对？妹妹，你学业退步会不会是进步和退步？退步，妈妈会不会骂你？不会不错妈妈还鼓励你可是这个太子因为学业退步太多了，老师就罚他跪在庭院上。那天日盛当中哇，太阳晒得他这样汗流浃背他刚好皇帝从那边经过，看到他自己的儿子被罚跪在庭院汗流浃背，很不忍心就马上把这个孩子把他拉起来，嘴巴就这样念了还念说上学是天子，不上学也是天子懂意思吗？干嘛这么严格？我请你来是陪他的心里这样想的
皇帝是世袭的啊，何必吃这种苦呢？如果你是这个老师，你会怎么样？啊，对不起，皇帝啊，你不要生气。这个老师不怕皇帝哦，他听到要马上不客气回敬2句：上学是尧舜天子，不上学是桀纣天子。谁是尧舜？谁是桀纣？听过吗？妹妹？尧舜就是很有为的一个怎么讲？皇帝以前的皇帝所以他治理国家治理桀纣就是爱玩腐败，好吗？所以呢，这个老师这样回答这2句，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他恍然大悟，赶快叫儿子好，赶快在跪着不要跪好，没有老师的命令不能起来。还好这个皇帝怎么样？小以大义的，对不对？他没有恼羞成怒，好，并且一直在叮咛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所以后来这个太子继承皇帝的皇位以后，政绩也不错，虽然比不上尧舜，但是也没有成为桀纣他像他父亲一样，也是成为一个有为的君王。好，从这个故事我们来想到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路加福音22章这个31节到34节，这是一段耶稣跟他的门徒。耶稣有几个门徒？12个门徒，对不对？其中一位叫彼得跟彼得一个对话，我们一起来思考责备跟鼓励的功课了。好，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些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的本性。彼得有没有优点？有没有？他的优点是什么？敢冲，对不对？他有领袖的气质，敢作敢为，都冲第一的。可是他有没有缺点？也有啊。我们讲说他说大声话，全部都自己来，对不对？可是他是也有他的软弱那么我们从这段的对话当中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爱首先，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意思是什么？撒旦会试探你，你知道吗？在这个之前，他们12个门徒彼此在争论谁要为大。我们的团体里面是不是有人要当老大？有没有？一定有啊！你们在听我的。小时候我也是跟他讨我一令之下大家跟着我跑。我小时候过得很快乐，丢那个土玩有没有？偷玩，2队大战，丢来丢去，然后玩那个灌斗高可以怎么说？蟋蟀没有玩过你跟我年代差太多了控寒棋，对吧？那些都很好玩。过5关我都领头了我都是不是阳明山的领头我都是带头。所以在彼此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彼得他也想当领袖他有那个气质所以他很夸口。可是耶稣怎么样？轻轻的责备他34节怎么说？来，彼得，我告诉你，今日
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不认得我啦。哎，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以后的这个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轻的责备，有没有？你会不认得我。可是虽然如此，耶稣并没有不因为彼得的软弱而弃之不顾，反而怎么说？来，我们来看前面，后面好来，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因为彼得怎么说？33节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与你同死，也是甘心呐，对不对？这才是有担当啊，有guts啊。”彼得说大话，你只要被人家抓去关，我也跟着你去啊。好，可是耶稣说：“好了，大话先不要说了，我都预知道你会怎么样。”好，从这简单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何其大。所以我们要学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对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耶稣给我们各样的器官，对不对？我们有嘴巴，有耳朵，有眼睛，我们是不是要像耶稣一样表达对别人的鼓励跟责备？好，这就是基督徒相处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探讨，在这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有3种不同的认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都喜欢责备别人，你有认同吗？有哈？责备多还是鼓励多？当然是责备多，你做错事情了不责备你才奇怪。好，可是有一个教育学者这样提醒我们，说孩童与父母的谈话当中，10句当中应该要有7、8句是鼓励跟欣赏的话，只有1、2句才是提醒跟责备。可是我们当人父母的却往往相反，我们都是10句当中7、8句是鼓励的，是责备的，有没有？只有1、2句才是什么？欣赏、鼓励的话。耶稣曾经这样说：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没有想到是眼中的什么梁木？木屑比较多、比较大，还是梁木比较大？当然是梁木啊。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人家的小小的毛病，就把它放大。对自己呢，宽容，是不是？我们容易这样吗？没有错。有人说我们台湾人对客人啊，或是比较生疏的人都比较怎么样？客气啊，你好啊，请问你尊姓大名，对不对？讲话都比较客气，有礼貌。可是对自己的亲人呢，或是先生对太太，父母对儿女，讲话没有那么客气啦，对不对？我们都不太会有感谢跟欣赏啊。你知道，我现在每一次要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师母都吃得比较早，早起，所以我们2个人吃饭时间不太一样，我比较接近吃饭时间，他说会比我早，可是他会帮我款待，帮我预备，会提醒我，中午啦，你该吃饭啦，所以他先吃嘛，他大概11点他就吃了，那我是12点，
然后我每次在用餐之前我都会先跟他谢谢我会说3多了我应该有讲过，多谢你的关心，多谢你的疼痛，多谢你的关心多谢你的照顾高雄一个3多路嘛多谢他，然后吃完以后我要跟他说多谢款待他就听了很高兴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吧，常常跟人家说感谢的话。可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台湾人比较含蓄啦，不善于表达啦对不对所以客气的话、鼓励的话、欣赏的话不容易开口。但是呢，我们台湾人对自己的先生、对自己的太太都不善于表达。可是当你骂起人来的时候，责备人的时候怎么样？却很顺口不用打草稿而且就一出口就成章就骂人很顺口了所以这是我们民族民族性一种病态，就是我们比较不会说欣赏、鼓励的积极的话语，而容易说责备、骂人的消极话好，你知道牧师这个 PPT 都是谁帮我制作的吗？宏宇我们宏宇兄，谢谢你自从我来泸州教会服事以后，我的 PPT 都是每一次，我现在在五股也是拜托他我把资料给他，你知道这个 PPT 我特别要提到他还把这个作者的相片还有这本书都找出来了，有没有厉害？我们跟宏宇鼓励，赞！这不是我给的他帮我找的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就是这个人叫 Dobson 他是一个博士，他有出一本书叫做 Dare to Discipling 廖执事，我这样发音有没有正确？好，我去 Google 这个翻译叫做敢于纪律 Dare 勇敢。也就是说，他这本书里面提到说今日的美国的社会，他是针对美国的社会，父母跟老师要常常对子女说，常常跟他们说要 yes， 小孩不敢说 no。yes 跟 no 之间什么差别？美国社会的家庭充满各样的危机的，所以这个作者 Dobson 他提到说，你要勇敢向你的儿子说 no，say no， 不对，让他知道他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来操练他自己，让他有是非正确的判断。也就是说，不是不可责备，而是要学习如何责备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谈我们的儿子、女儿，对不对？我们的子女，可是他做错事情，要不要责备？当然要啊。可是你要用如何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还是在了解，也让他知道是非善恶在哪里。因为错误的责备，万一他没做这个事情，你就骂他，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会伤害他的尊严。有位教授他观察到美国、欧美的父母跟台湾人的父母的不同。举一个例子，我们台湾人的父母看见小孩子打架在学校打架受伤回来，或是在外面跟人家打架，回来一定先怎么样？先责备你怎么跟人家打架？又打他一顿，2次受伤大家都不对所以欧美的父母不一样
他看见了孩子打架受伤回来，就问他：你为什么会受伤？什么原因？如果孩子说：我在学校看见我的同学在欺负我的另外一个同学，我看不过，所以我就为他打抱不平，然后我就跟那个打人的同学怎么样打架了，所以我才受伤。哇！知道原因以后，这个叫什么？哇，你很有正义感，对不对？父母会先疼惜他，对不对？然后跟他说：“你这样很好，为别人打抱不平。可是受伤的爸爸妈妈会疼惜你，赶快过来，而不是骂他。台湾人的父母不一样看到孩子受伤，问他原因说：你干嘛好管闲事？会不会这样子？那没你的事啊！别人打是他们的事，你干嘛爱管闲事？所以呢，也因为我们这样的心态，台湾有正义感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多的诈骗比如说你看到人家受伤，你如果去了要去怜悯他，帮助他，他反而咬你一口，说你撞到我，公亲变什么事主，所以很多人就不敢了看到有一些的事睁眼闭眼没有我们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缺乏有正义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社会的恶势力跟黑道呢就越来越嚣张了。你看我们现在媒体都是在报道一些有的没有的，有没有？什么逛夜市啦，什么喷辣椒水啦，有没有？这个值得播吗？这是负面的呢，而且一播再播，真人节目也都在讨论这种东西，我都关电视，越看就越气，这有什么好播的？好像在鼓励说，你看这样的行为是好的，不对嘛？我们媒体也是要这种传播正向的，而不是那种负面的所以各位，我们如果把正义感驱走了，难怪我们的社会充满更多的不义了。好，这是人人喜欢责备。第二个，我们要学习鼓励。我们前面人人需要鼓励。耶稣知道彼得他的软弱，会3次不认他了，还没有发生耶稣就预告了，可是仍然给他鼓励，说我会为你祈求，为你代求。彼得是耶稣最爱的学生，耶稣也曾经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有没有？有一次耶稣问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人子是谁？有没有？很多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你是那个以利亚，你是哪一位的先知？只有彼得说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弥赛亚。耶稣听了说：你说对了。他就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意思是什么？将来你要负责做更重要的事情，鼓励他。所以对彼得来说，耶稣也知道他的软弱的一面，他也是人有没有？彼得是领导人物这等于就是耶稣的大门徒嘛。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会不会害怕？会你知道吗？好多年前高雄是不是发生过美丽岛事件？有没有？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很多人到南部去参加这个活动。当时有台南神学院的老师跟学生一群人也都参与在里面，所以那些警备总部的人来抓这些的叛乱分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抓了，有些人就逃走了。我曾经碰到一个牧师，他说：
那个时候我去参加，躲到山上去，躲了好多个月，等到比较平息了，我才赶快下来，因为他会害怕。所以彼得也是一样啊，看到耶稣被抓了，他也躲起来了，可是他又想说耶稣会不会怎么样啊？又跟在他的后面去探听，有人认出他啊，我知道他是谁。他跟耶稣在一起，哦，不是我，不是。又不是，他有这个加利利的口音啊，他跟耶稣同一党的，他又怎么样？又否认了，连续3次被耶稣说中了。那个时候鸡就怎么样？叫了，啼叫了。他想到耶稣说的话，他就哭了。所以有人说到这个历史上提到说，后来彼得他也被钉十字架嘛，《暴君焚城录》那部电影有没有？他要求官府说：“我不能跟我的主一样正定架顶，我要倒钉十字架，我不配呀、所以人性的软弱，耶稣仍然鼓励他，提醒他：“我会为你代求，让你不至于在失败跌倒之后又自暴自弃呀。”耶稣12个门徒人是谁出卖了他？出卖了耶稣？犹大，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出卖的人叫做犹大。他拿了多少钱？30银元，对不对？我不知道现在价值多少，那一笔钱啊。犹大可能原来的目的是说，耶稣也知道谁要出卖他，而且还骂他，那个出卖我的人就是贼。大家在问了：是我吗？是我吗？那犹大也是说：是我吗？可是耶稣被抓了以后，因为他是通风报信嘛，他说我以前没有媒体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报纸？我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耶稣都知道。有人是讲到说，犹大应该是一个激进派的人，想说，因为你看耶稣进城的时候，很多人拥护他，有没有？说那个大卫的子孙有没有？说和散那，和散那就是拯救我们的。他们拥戴，希望耶稣能够成为他们政治上的领袖、军事上的领袖，来推翻罗马帝国。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已经预言好几次说，人子会被抓、会被杀、会被钉、会受死，可是第3天会怎么样？复活。他们有听没有进去？包括犹大也是，他可能想说，耶稣用这样的方法，他会不会起来革命？结果没有啊。所以犹大后来的结局是怎样？自暴自弃。他用那些30银元去买了一个田，然后上吊自杀。各位，在旧约圣经很多地方记载，耶和华上帝常常鼓励先知跟君王，从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开始，上帝好像父亲一样对儿子说话。比如说对耶稣亚说：“你当刚强壮胆，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在。”给他们力量。摩西也是一样啊，他看见那个焚而不毁的异象的时候，上帝呼召摩西，你要回去埃及，带领我的百姓出来。摩西推辞啊，上帝啊，我没有口才啊，我不行啊。神跟他这样说：去吧，我必定赐给你口才，
只是你当说的话，有没有？只叫你所当说的话。然后也差派他的哥哥亚伦帮助他。所以神用实际的行动来鼓励他。当然，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的上帝，他会生气，甚至会刑罚以色列百姓，但是他是鼓励多于责备。耶和华上帝是鼓励人的上帝。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一样要学习如何鼓励别人。就像保罗，我常常鼓励提摩太，他也肯定腓立比的教会，有没有？他在书信里面怎么说？来，我们一起念。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啊！用肯定来鼓励他们，这种鼓励就是用积极的欣赏来建立别人。心理学家常说，我们人格的成长有2个因素影响我们很大。第一个的因素就是什么？别人对你的期待，譬如说父母对你的期待，亲人对你的期待，父母希望你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将来长大我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时候当医生的希望他儿子以后要怎么样，也要当医生。当牧师的也希望他儿子也成为牧二代。不管你什么，就父母会有一种期待，可是难免这个会给他一种压力，知道吗？那第二个就是自我的期待。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用自己的期待来影响我们的人格的成长。所以基督徒要互相建立人生，夫妻也是一样，要多看对方的优点，才能避免婚姻的危机啦。有人这样说，你要责备一个人之前，要3次深呼吸。来，我们试试看。深呼吸帮助我们的肺活量，对不对？今天很高兴看到玉晶姐，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气色不错哦。好，他意思说，你要责备人之前3次深呼吸。我要骂一个人，我要责备他，我先深呼吸，然后想想看，我需要开口吗？我需要开口责备他吗？好，先不要马上责备了哈。好了，第2次，好，我真的如果要开口，那你要想到说我责备他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啊？所以这个人要特别要注意哦。要第2次呼吸，你如果骂他骂你太太，就没有饭可以吃哦。会有什么后果发生？好，在第3次，好，我真的一定要讲，不讲不行。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口气？委婉还是温柔？态度很重要。如果要委婉温柔干脆不要讲好了。所以3次深呼吸以后，就怎么样？就不会再生气了啦，就也不会再责备了啦。因为责备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好，既然我们人人都需要鼓励，那我们接下来最后我们要学习如何鼓励别人你看，我们看耶稣鼓励彼得是什么？给他一个使命。他说什么？来，我们一起念。来，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了。所以为人祈求是为人祷告，为人代祷就是最好的鼓励啦。有时候信徒都会希望牧师为他祷告，对不对？你们有常常为牧师祷告吗？牧师需要祷告吗？要不要？当然要啊！你知道我的第2个孙子今年
快4岁，念小班。那礼拜3、礼拜4我都会去帮他们，帮你们蔡牧师了哈。你知道我是蔡牧师是谁吗？我是他岳父了哈。所以我因为他比较忙，我就协助他到士林佑心幼儿园去接送他放学上学。因为在车上我们就会聊天了哈。我那个孙子蛮会聊的哦。我说阿公阿嬷会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的健康啊，为你们出入啊，为爸爸妈妈，为你们三位姐姐、哥哥、弟弟、妹妹祷告那阿公阿嬷为你们祷告，瑞瑞你要不要为阿公阿嬷祷告？他怎么说？不用，你们自己会祷告，童言无忌啊他想说我们为他祷告就好了你们是大人啊，你自己祷告好，我听了很好笑好，有时候我听到信徒我有说牧师，我要为你祷告，我就很感动因为这是很大的鼓励呀我这样讲也期待，就是说牧师也是人呢他更需要信徒们为他祷告。所以下一次你们碰到蔡牧师，要跟蔡牧师说，牧师我会为你常常祷告。阿们。我期待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互相代祷的教会，互相祝福的教会因为这是给人最大的鼓励。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祈求圣灵引导他，加添给他力量，因为圣灵就是安慰的灵，他会在人的心里面动工，他会安慰鼓励别人。有些父母说话没有讲究对子女讲话都很具体，比如说某某人将来一定要考上台大，好，他一定会考得上吗？不一定啊，你要看你孩子的程度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牧会的时候有些会来参加祷告会，都会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的孩子考上建国中学。另外一个姐妹就跟我说，牧师我不敢这样祷告，我都为我儿子说，主啊，你让他考上公立的高中就好了，什么学校都没有关系。我不像那个长老说叫他儿子一定要考上建中，还好有考上建中了现在当医生了就是连家医师很有名他跟我说，牧师我不敢这样祷告，我知道我孩子的程度啊，对不对？只要能够顺利考上就好了。我说对，你这样子的想法是对的。或是说跟他的女儿说，以后你要嫁给医生，那也是一种压力对不对？这种鼓励不是建设性的鼓励，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耶稣为彼得祷告，他只是说我会为你代求、祈求，有没有？他是求圣灵带领他、指教他、引导他。我们一样也要为我们的子女，只求圣灵带领我们的子女，带领他，祈求他。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没有人鼓励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自我的鼓励了。圣经中有一段，就是这段圣经撒母耳记上30章1到10节，讲到一个大卫跟亚玛力人交战的时候，我不念这个经文了1到10节，亚玛力人用火将城焚烧，掳掠了许多的妇女、成人跟小孩。大卫看到这样子，有没有？他心里很着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这就说什么？要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倚靠他的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心里怎么样？坚固。我们第6节，好，心里坚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己鼓励自己，祈求自己鼓励自己，
让我们从困苦当中走出来，并且能够帮助别人啊！阿们。好，可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就在学习的功夫，就是鼓励别人，建立别人，也鼓励自己，建立自己，这是我们基督徒爱的见证。好，我们最后来念这段圣经，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哈。来，5章14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阿们。所以这边提到鼓励、扶助、警戒、劝诫，警戒是基督徒的本分。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一生学习这样的功课，互相来建立，用鼓励来代替责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珍贵，你的一举一言一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耶稣，你就是我们最大的榜样。你爱人如己，你也敬畏上帝，你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在圣灵的手中，让圣灵来动工，来带领我们。我们一样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一样要学习如何鼓励别人，兼顾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让我们也聆听主你的话语。因为当我们的心里来听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建立，得到坚固，也证明我们是彼此相爱，是主你的门徒。求你医治我们心灵破碎、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得到坚固，得到安慰，得到健康。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成为一个会鼓励别人、兼顾别人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需要来唱回应诗，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跟随主声
羊认得了他声音。这时候奉献，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出列。今天是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欢迎各位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为数位时代新媒体的网络宣教事工支持奉献以及代祷。我们可以用我们所付的奉献袋，将要奉献的金额放进来，交给司献的同工。我们一起起立。一生在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新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有很久，就是我们玉君回到我们当中，啊，真是太令人感动。刚刚牧师哈有注意到玉君是不是站起来，让我们大家看一看你哈，哎呦，好棒哦，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也是今天能够看到他，真是我们大家的喜乐哈。好，那另外第二件值得高兴的事，是我们昨天新出炉的这对新婚夫妻哈，也回到我们当中哈。宋恩罗信跟静茹1万哈，然后都回到我们当中。昨天办的婚礼真是荣耀神哈，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也持续的为他们代祷关心哈，谢谢他们。嘿，好，那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哈。今天中午12点到1点半关怀服务组的会议哈，还有下午1点半到3点是小会哈。那另外呢，就是第4点，就是日期要改一下哈，5月2号改成4月30号，就是这个礼拜四晚上8点在嘉贵姐府上要举行圣别礼拜。邀请有志者弟兄姐妹一起参加。还有就是这个礼拜六，5月2号晚上6点45分的基础乐理培训班那要记得带课本还有作业回来还有5月3号就是下个主日，5月3号有2件事，就是12点到1点半召开长执会，然后1点半就是邀请台神的院长。秀文老师来为我们专题思会训练跟礼拜程序的意义，就是请长执同工、团契会长、敬拜团还有圣歌队的同工都要共同来参与。以上这些事工都是非常重要的事。邀请大家在你们的祷告中一起为教会的事工代祷就是像刚才牧师提醒我们的。我们非常需要教会的这些同工还有牧师所带领的长执团队非常需要各位同工举起代祷的手，一起共同来守护兴旺教会的事工还有再过来5月份的第2个礼拜是我们的母亲节感恩礼拜那当天呢就是牧师娘她已经在筹划然后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提供跟母亲的合照可以在母亲节当天来播放影片然后还有就是每个礼拜3晚上8点的读经祷告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本周的进度是创世纪16章然后社区合唱团第10期开始
招生，就是在每周二的下午2点20到3点半。好，那费用一期12次是500元。那如果有意爱不分男女请洽团长李芳月姐妹。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周报里面还刊登就是新人的这些接待还有新朋友那都非常感谢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都一起来共同接待像建成有讲到建成跟君汉父子那个他们今天也都有回来他们也要为他们的就是一些团契在找儿子帮爸爸找团契，找松联团契所以呢，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母亲节的那个感恩礼拜就是牧师娘邀请大家提供跟妈妈的照片那就请大家也一起来配合办理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这些礼拜也都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家庭一起做连结的时间，所以像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我们这时候也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我们邀请我们家里的亲戚长辈，或者是你认为他像你母亲这样的属灵的长辈，给他带回来包括自己的父母一起把他带回来那一天我们大家一起用餐，让我们建构爱的家庭建构我们教会里面有秩序、有伦理属灵的大家庭那我们一起来建造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一致牧师透过今天总会的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我们可以看到他跟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讯息我们要把所听到、所领受的把它行出来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一致牧师，谢谢对，也非常重要的讯息谢谢牧师。好，那再过来呢，就是松联团契还有同心团契的这些聚会，我们大家来看然后青少契的聚会时间就是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那就是其实呢，我们所有的团契的聚会的时间都是为我们就是会做调整，都是在应就是我们的就是契友可以方便回来的时间做调整。那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也是一个邀请有刊登，其实就是一个邀请，把家里的或者是社区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把他邀请回来请大家一起来帮忙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每个月的第1个周六，因为教会我们办理基础乐理的培训课程，所以呢，那一天的青少期的聚会时间就改在7点半。然后另外呢，主日学的书包设计比赛作品就是请用 A4 纸作画在5月17号为止。那6月份的时候呢，儿主会在 FB 举办办理投票的活动，欢迎大家踊跃交稿稿件也可以直接交给苏一校长或者是主日学老师那我们呢就是看了这个周报，我们感受就是教会每一个团契然后每一个活动，大家都一直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那恳请就是你有感动的，我们就是一起加入教会来，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建造我们属灵的大家庭，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然后呢，肢体相通的部分也需要大家就是关心带导那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他们非常渴慕那我们也为他们代祷，恳求圣灵时时跟他们同在。当他们圣灵有感动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安慰就临到他们身上，医治就临到他们身上那像玉君还有文珍兄他们非常需要我们大家
来一起用代祷的手来巩固他们哈。那不只是这些人，就是你周围你所看到的有需要的，我们都一起来巩固。好，谢谢大家哈。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来唱散会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诗歌完毕，我们就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们一起起立，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的人，一生最美。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自主耶稣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爱我们，将你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更加深的爱主，为主舍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闭会。